好方便曬衣架，堆屋都裝得，只要揀個通風嘅窗邊就裝到。佢曬衫好慳位，曬床單都好方便，只要放支衣桿落嚟就得，將張床單搭上去。呢個係標準嘅居屋嘅窗，2米闊就可以掛40件衫，係2機衫嘅曬衫量。而且曬喺室內就唔驚喺出邊會跌落街，每支衣桿都好輕巧，唔阻掟，亦都唔礙眼，維修方便簡單，而且佢最重要嘅就係佢好慳位。